乌昂层受到国际渔业组织的保护，所以每一个国家拢有限制一档会当猎的数量。去年台湾因为有猎超过数量，所以违反着国际规定。今年为着要精准来控管渔民猎乌昂层的数量，渔业署就要求这渔民伫咧出海进前，爱先去领标签，每一尾乌昂层掠到，就要随家绑标签。若是超过数量，恐惊就要面临着渔业执照，互人收回去，或者是罚钱的处罚。当年4月至8月是太平洋区域猎乌昂层的时期，不过为着海洋影响，乌昂层是国际渔业组织管控的物种，所以每一个国家都有限制通猎的量。渔业署指出，今年咱的配额是2900多吨，不过去年猎超过300多吨，所以今年通猎的数量就搁扣掉。渔业署表示，猎到配额85%就会限制禁猎，会有5天春秋的时间，和渔民配合。自今年开始，渔业署嘛要求渔民在出海进前，爱先领标签来管控猎的数量。那就是渔民要带着标签出海捕鱼，那捕到黑尾之后，他必须要24小时通报这个渔业电台，他捕到的尾数啦，还有重量等等的资讯。那也要就是每尾捕到的黑尾都必须要绑标签。渔业署提醒讲，若是渔民猎的乌昂层超过标签的数量，根据渔业法的规定，照违规的情形轻重来处罚，会有收回渔业执照，一个罚钱2种，罚金是3万至15万。另外，共款是为着生态保育，有11月年历史的活化石后，海保署对今年开始要扩大调查后的生态范围，来评估栖地保护甲后续放流的地点。全世界目前是有4种不同的后，那我们台湾海域就只有3级后1种。台湾金门这个地区，它的3级后的数量还算，目前是还算蛮多的。那所以那时候评估的结果是，就是在那个要列保育类的上下。那我们目前的话，应该是预计今年度的野生动物咨询委员会的时候，也会再一次提案出来。海保署指出，因为后是普遍分布伫咧台湾本岛北海岸和西海岸，但是这几年敢若纯偏乌金门较看得到。针对后的保育，金门县政府有告对今年3月17开始，除了乌区甲东店海域，其他所在禁止猎后，嘛袂使买卖，也是猎来饲甲食，若无上当是罚15万。记者卢尚珠、郑俊佑台北报道。